第一次買樓其實唔一定要好複雜，最緊要係知道應該點樣開始。大家好，我係 Adrian 溫哥華地產經紀。如果你係第一次買樓嘅話，其實唔需要急住睇樓，更重要嘅其實應該係做好 mortgage pre-approval， 因為咁樣可以幫你了解到自己嘅價位係喺邊度。咁睇樓嘅時候，你就可以更加有方向，同埋走少啲彎路。咁除咗睇樓價之外咧，其實買家咧都仲需要留意多幾樣嘢嘅，就係closing 嘅開支。咁打比如有律師費啊、驗屋費啊、地稅、管理費等等唔同嘅開支，買家都應該要留意，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咧，到時你成交嘅時候可能要俾多幾千蚊甚至幾萬蚊嘅費用嘅。咁第一次買樓咧，其實唔需要明白晒所有嘅嘢嘅，最緊要係慢慢一步一步咁了解清楚整個流程。咁就會做嘅所有事都會清晰好多。咁如果你而家想買樓，又唔知第一步應該點算嘅話，歡迎隨時私信我，我可以盡量幫你了解晒所有嘅流程。多謝。